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1月14号礼拜二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秋冬季节来到，真侪农特产品也拢进入采收的阶段。台南市会中道特别举办一场农特产品的行销记者会，由市长李梦燕、甲议长赖美惠等贵宾做伙徛台来推荐台南的月光米、青皮碰柑以及东山咖啡等等当季上界青的农特产品。为了推广台南市的农特产品，市会14号即天举办行销记者会，由议长赖美惠率领多位议员，甲代理市长李梦燕共同徛台，向民众推荐台南月光米、东山咖啡、青皮碰柑，也有麻油等等农特产品，邀请民众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在地农民。就是咱的灌溉菌是普准。从那8点1做的时候是不准，所以我们没有废水，没有家庭污水，没有工业废水会流入我们的灌溉菌，所以我们的灌溉菌的水拢是真清气，按闸门水库、按乌山头水库来的水，按包括北河水库，所以咱的这的水较清气的水，而且我们的地形也很特殊，咱有一个清辉迷眼的地质，所以我们的水富含很多矿物质，所以咱的水的清气度。比花莲、甲台东是同款的，可以媲美花东，所以咱种出来的米，不只是水质是干净没有污染，可以媲美这个关山米，这个富里米，另外咱种出来的米，就是讲我们有矿物质，有很高量的这个矿物质，所以种出来的米，比这个花东还有更营养。大家知影，莲花的故乡，咱出产除了莲子以外。英老粉啊，也是大家知影吼，非常的出名，会当清凉，健脾，同时佮退火，是咱大家真肯定的一个农特产品。佮再来，东山的咖啡，哇，这免我介绍，咱东山的咖啡已经得到世界美国的这个咖啡品管协会的认定。世界咱的名次排有名的吼，所以东山咖啡呢也相当受到社会大众的肯定。伫记者会现场，主办单位特别准备台南月光米萝卜饭、麻油鸡、麻油面线、甲莲藕粉茶等等的美食，提供现场来宾品尝。因为今年气候稳定，真侪农特产品的产量也真稳定，而且品质好，价小公道。希望借着这届推广，互更加侪人能会当品尝到台南丰盛的农特产品。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位伫水高社文化园区内面的日本时代8栋宿舍，为去年9月动工进行修复，园区的景观工程嘛同步进行。两项工程总共投入2亿8千多万，希望伫明年底进程会当如期，并且顾到品质的完工。代理市长李梦燕下晡特别到场视察，同时听出地方的意见。为了解水高社宿舍群修复工程的进度，代理市长李梦燕除了听出文化局长叶哲山的简报，嘛甲在场这位议员以及地方人士陪同到场一一视察，听出民众心声。会长特别对着将军宿舍等建筑结构甲内装，拢希望保留原日本时代政治工法。其他者伫明年11月完工以后，会当串联其他文化园区，成为南区的特色。我们今天来到水交社日式宿舍群哈，那目前正在修复当中。那我们预计在明年的下半年，可以来完成。好，希望在年底前可以开放。那我想这个会成为南区一个新的文化景观的一个亮点。那我们希望也跟南区的包括未来的竹溪。还有现在的包括台南大学里面也有很多优雅的建筑，还有五妃街、五妃庙等等形成一个带状的一个景点。那么让中西区衔接到南区这边
成为一个带状的一个旅游文化古迹的一个带状的一个区块，那让游客可以体验台南更丰富的文化体验。原最高社所辖群除了高级修复工程以外，卖东部推动园区景观计划，和地方相当的期待。对此，地方嘛表达希望保留正港的眷村美食，其他是无共历史时期的异国风味，甚至协调国防部将杜亚无人机电视等等来带动南区欢迎。那我们希望说，除了现在的就是建物在做一个修建以外啦，我们期待就像如同市长所说的，赶快把这个建村文化能够发扬出来，而且把建村的文化找回来。所以我们在今年呢，我刚刚跟市长说了，建村人货大街一定要就是利用在明年在这个我们建村的文化园区要落成之前，我们做个暖身的一个动作。所以在今年年底可能会由市府来主导的一个建村人货大街。那这个人货大街里面，我们要求的是真的在地的，之前我们在水交社的建村的美食，让人回到这个地方来，而且回来以后，我们希望在以后，在整个建村文化园区落实以后，能够参出在这个地方。未来最高社所辖群的古迹文化，嘛希望有一个响亮的名称，成为文化新地标。第新闻管及郭国义采访报道。那我们在整个接下来关心市会定期大会。目前台南市并无实施一里一活动中心，所以有部分的地区是2-3个里，甚至是6-7个里做伙共用一个活动中心。议员蔡淑惠认为，对着距离活动中心较远的居民来讲，无公平也无方便，要求民政局爱进行检讨。议员蔡淑惠伫总质询当中，以原理联合活动中心为例，向民政局长陈宗彦来反映，表示有真侪社区也即是里活动中心，拢是2-3里，甚至是6-7里做伙用一个活动中心。不但空间不足，而且对一寡居民来讲，也产生距离上远的问题，造成民众不便。要求检讨是不是会当搁再增建？事实上，有很多的地区，他们的活动中心是很缺乏，甚至有6-7个里，甚至2-3个里合并一个活动中心使用，这种状况比比皆是。希望说我们民政局针对活动中心是否要禁止新建，或是要开放新建，去做一个评估跟检讨。我们这几年的做法是这样子的哈，是针对地方上的需求重新做一个评估。好，局长，针对你这句话，针对你这句话，我们先解决土地的问题。针对你这句话，好不好？拜托你，湾里有1万多的那个1万多户，拜托你去评估一下，湾里是不是应该要再新建第2活动中心？你们评估之后，给我一个评估报告。另外，议员指出，伫新台附近正排除停车位，离路边围设的公车停车位，又搁占用到真侪位置。伊要求交通局评估是不是会当改围设公车出入口，将这位让出来，作为汽车路边停车给使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过，哪一台公车在停车的时候，它会那么乖的停到那个停车位里面，让乘客坐？几乎是没有。它应该就是停在公车停车位的机车道这边，是不是我们有可能去检讨一下，这个公车停车位真的需要画这么大，还是像捷运有一个上车的一个出入口，上下车的出入口，把这些停车位弄出来给需要的人来停，是不是有可能去做这样的一个检讨？跟议员报告，因为这是道安规则里面有规定，说公车站牌的前后10公尺内是不能有其他车辆停靠的这样子。对。同时，议员蔡淑惠认为，有部分公车路线真少人坐，有当时根本再无人，要求交通局考虑将这个路线取消，予更较有需要的地区使用。对此，交通局认为确实有需要检讨，未来将进行路线调整。但新闻张生林根采访报道。警政署预计利用5亿的经费来设置监控通讯 APP， 未来民众使用手机甲通讯的内容，拢变成伫警政署的监控之下。议员安玉峰认为，这等于是甲全台湾的人民拢当作是罪犯，伊形容这种做法，就亲像是新戒严时代来临。
对着行政院通过农田水利会升格，但原来民选会长所改为官派，甚至有民进党立委借此进一步提出要将乡镇市长改为官派，以及警政署为着处理毒品甲诈骗的案件，有个编列5亿建立手机监控 APP， 种种的议题，让议员洪玉凤认为要批评新戒严时代的来临。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违反人权。这个比我们过去要求那个增加监视器的是违法更多，把全台湾的人民都当作犯罪。将来我们开手机，将来我们开贷，任何一个机密的东西都在政府的监控之内。当民进党上台，重新上台之后，才1年多，台湾整个社会反向走向是颠倒的，就走到从前2蒋的戒严时代。针对李玲晶病案，议员质疑是黑箱作业，无下法，更硬要上路，批评市府无应该为着这些误算来替里长开刀。310次的市政会议根本没有通过的所谓的里邻调整这样子的一个案子，你们是伪造文书的。他居然在这个议事厅里面跟议员硬生生的回答说有。你们是在10月31的市政会议补充说明哦，不是补充这个案子哦。10月31补充说明。议员提醒民进党唔通执政了后就违背民意，应该爱以民意为第一优先，并表示将对比精兵的李玲，将会协助因争取该有的权利。电视文章上林根采访报道。民进党的台南市长初选正在进行当中，各参选人拢纷纷成立后援会，并且制作各种的文宣品、加小礼物来宣传，争取选民的支持。议员郭清华就要求警察局要启动调查机制，针对违反选罢法规定的行为，一定要依法办理。根据选罢法规定，选举候选人伫咧赠送选民文宣品、小礼物时，价值袂当超过30块。而这项规定也适用伫各党派党内初选。地主议员郭清华要求警察局启动调查机制，除了文宣品以外，对着用后援会名义举办参会，或者是募款等等违反选罢法规定的行为，一定要依法办理。你若讲借着迄个办后援会，结果咧吼是倒声倒3000、5000、6000安尼，啊去台顶咧讲选举啦吼。我希望讲遮对今仔开始，遮所有的工作，咱即个迄个警察局拢爱有责任去查一查，吼啊甲相关，咱感觉讲吼有违反选罢法的，咱甲即送迄个检调这边遮来进一步的厘清，吼安尼敢好？警察本来就是应该依法行政，任何违法都本来应该调查，而且我们会结合检察官、地检署跟调查署一起行动。那市府大概会几个原则，一个是行政中立，好，但希望该就是说我们不会有偏颇哪一个方了哈。啊，第二个就是严守，包括该执法的哈。该执法的这个义务，我们一定会来做这个执法。啊，另外也会事先的也跟各个候选人做宣导。议员郭清华借此也呼吁大众，政治现金的捐款期间也未开放，因此现在不管是利用选举名义募款，也或是捐款，拢是违法，小民众要特别注意。电视文章上林根采访报道。咱先休困者，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
为了让台南的客家子弟清楚家己的客家背景，同时增加大家对客家的认识，市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特别委托新市国小出版客家儿童绘本。特别的是，绘本当中精美的立体纸艺，和见着拢徛起来，大大增加阅读的趣味。我名叫丁姑，正是客家人对小男孩的称呼。老家在南溪，又姓江。最近我开始做客家研究，真想问你呢。现场的2位新市国小学生在册中主人公用生动活泼的带动之下，让人印象深刻。当然，因就是要吸引大家来看这本儿童绘本，让大家认识原来客家就是安尼来。嘛，希望伫学生的引导，不管你敢是客家的主题，拢会当轻松知影客家文化伫台南行过历程，就味相当高水热烈。我们特别绘制了这个绘本，以这个游记以及这个说故事的方式，来让小朋友很清楚的知道从台南我们这文化首都才移民过来的所有的历史痕迹，一直到产业的发展，以及结合现代的过程，看到很多的我们客家的历史，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我们的小朋友就回去问爸爸妈妈我们是怎么来的，是怎么过程的，可能无形间就会发觉原来我是客家人。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绘本，让我们的小朋友可以认识、了解客家，喜欢客家文化，甚至达到我们要把客家寻找出来。这是我们发行这个绘本的最主要目的。这本算是单市第一本客家的立体儿童绘本，由承接的新市国小整合，包括大桥高中、大成国小等第一线的老师共同编辑。在正式发表以后，了嘛将成为客家语言文化推广的最佳辅助教材。电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首当戏是客家庄社神祈求来年丰收的年度盛事，除了感谢神明保庇丰收以外，也为了家己一冬来辛苦。台南市政府今年特别配合客家族群的习俗，邀请到荣兴客家剧团演出客家大戏《阎王记》，要让客家乡亲回忆古早时代传统文化。市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为了让住伫台南的客家族群感受到客家首当戏的吉祥，特别邀请荣兴客家剧团来到水盆公园演出《阎王记》这出客家大戏，并且活动全部免费。咱市三大客家发展协会甲侪侪客家来宾拢到场欣赏这一年一度的客家大戏。每年农历10月，秋收之后都要演戏。都要演个大戏一方面呢是要酬神要敬神，要酬神，要感谢老天爷一年的照顾。另外一方面呢，祈求平安。那更重要的是要犒赏自己了大家一年的辛苦就靠这个收冬的大戏来犒赏自己。那我们今天实在也非常荣幸能够请到我们。荣兴苗栗来自远道而来的荣兴采茶客家采茶剧团，采茶客家剧团这个大家可能在座的各位很多乡亲都非常了解我们这个郑校长呢出钱出力，刚刚主持人讲的荣兴剧团不得了我们的客家大戏能够上这个国家剧院这非常不容易，多次了多次，应该10次了已经10次了不但在国内发扬光大，我们还要到国外去为国争光阎王记剧中运用大量的客家俗语甲师傅话，让观众在看戏同时，会当认识更加侪客家传统话语，富有教育甲趣味内容，嘛让参观的民众拢有难忘的经验。电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中原酒店为2015年有饭店的职工队发起募款活动，来为绿色丢幕围炉的经费，已经连续3档。今年新接任的总经理吴建明表示，将会持续并且扩大举办。
只要每个春秋的岛数累计达到20岛，就会用企业的名义提拨一岛作为公益围炉，希望号召更加侪企业共同加入。大唐中营酒店爱心志工队为2012年成立以来，无定期执行扫街、关怀等等邻里服务。伫岁末年终的时阵，更加透过美食市集以及义卖，甚至由员工乐观的方式来募集公益围炉基金，目的是为了予弱势家庭准备好食又搁充满爱的团圆佳肴。办理3届以来，邀请过南家福中心、世界展望会、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也有立新基金会等11个公益团体参与，邀请超过1000位弱势朋友，互因透过参会互相学习关怀，会当展现自信，面对未来人生。台糖长荣今年扩大举办爱心围炉晚宴，那我们希望说抛砖引玉。邀请所有台南的企业主一起来共襄盛举。那我们目标希望能够办到100桌。那邀请我们所有台南的弱势团体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围炉的这样的一个盛宴。那最主要是希望能够来照顾我们台南地区的一些弱势团体，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共襄盛举。今年筹募宴席活动，酒店将扩大举办，企业只要使用每个春酒专案，定息累计达到20岛。饭店就以该爱心企业的名义捐出1岛，作为公益围炉的用途。欢迎社会上各行各业共同来做爱心，做伙来关怀弱势家庭。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咱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10分，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21度到29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11月14号的中港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